考验都完成了，现在是我的了。出来了，你还在这里炫？快点告诉我，我的真心人到底是谁？天机不可泄露。那这可是你逼我的啊！三味真火里我都练过，这小火苗没用的。千年玄冰也冻不住我。哼！大佬得了交替，你可要照顾好你自己了。好了，我说，谁能把我从剑鞘里拔出来，谁就是你的真心人。方法都告诉你了。来。喂，方法都告诉你了，你要干嘛呀？去找我的真心人喽！跟我走。谁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，就是我要找的如意郎君。哇！想要拔出这紫青宝剑啊，要完成3样考验，分别是覆水重收、破镜重圆和死而复生。哇！这天界有多少本领高强的神仙，都通不过这3关，拿到紫青宝剑。更何况这些凡夫俗子们。哎呀，神仙怎么了？想要通过这3项考验呢，是不能依靠任何法力的。在真心面前，人神是平等的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这3项考验？我是黑山老妖。老妖？对，酷吗？看到我英俊的脸庞没有动心，听到我酷炫的名字没有反应，难道你已经有了心上人？我有没有心上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，我都会嫁给他。但是我看你一脸轻浮，根本拔不出我的紫青宝剑。好，如果我能拔出紫青宝剑，你当真会嫁给我？我失败了，我明天再来。我倒要试试，我到底能不能拔出这把剑？臭男人，你想干嘛？对不起，我就是想试试能不能拔出这把剑。拔剑？就凭你也想拔剑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还活在这世上，就没有人可以拔出紫青宝剑。你不是就是想让人拔剑吗？绝对不可能！不想死的话，赶紧给我滚！白天让人拔剑，晚上就不让人拔剑了。
真贱！难道我没有非礼他，他生我的气了？没用的东西。昨天晚上行事冒昧，多有得罪，望仙子海涵。昨天晚上，我昨天晚上回去之后，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，决定脚踏实地的放马过来。让我再试试吧。瞧，这就是我覆水重收的办法，水都接住了。哇塞！靠你这个办法都可以成功的话，我的紫青宝剑不早被人拔烂了。就是嘛，既然你我郎有情，妾有意，你就不要制作那个考验了，直接让我拔剑试试吧。郎有情，妾有意，谁呀？你跟我吗？对呀，你看你聪明、好看、活泼、善良，所以我很喜欢。可是我不喜欢你呀。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你看我也是聪明、好看、善良、活泼。是这样的，喜欢一个人呢是不需要理由的，那不喜欢一个人呢也是不需要理由的。我会功夫，我可以保护你呀。我还会唱歌呢。从前，现在，过去了，再不来。红红落叶，像埋尘土落。不好意思哈。我还会说笑话。哎，话说从前有一个狼宝宝，他生下来不吃肉，只吃素的。他父母很着急，结果有一天，狼宝宝追这个兔宝宝在跑，父母看到以后很欣慰，然后狼宝宝对兔宝宝说：“把大葱给我交出来。”我已经这么努力了，你还是不喜欢我。对不起，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，他不需要看你打拳就知道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，只要有你在他的身边，他就什么都不怕。他也不需要你讲笑话逗他开心，因为他只要一想到你呀，就会开心的笑出声。你开心的时候，他也开心；你难过的时候，他比你还要难过。在他的面前，你不用做任何努力，也不需要小心翼翼，因为你知道，他一定不会离开你的。哇塞，你的眼睛在放光哎！你遇到过这样的人吗？跟你说啊，你总有一天会遇到的。很高兴认识你，祝你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。紫霞仙子，我忘了样东西拿。不是说了吗？不想死的话就快点滚，还敢来？我是说我有样东西忘了拿，我把我的魂儿丢你那了。混蛋，又是个泡妞的。
怪，我昨天明明睡在客栈呀，怎么一醒就到郊外去了？难不成我梦游了？至于吗？我就喜欢他，他用得了动手吗？动手就动手吧，把我打成这样子，我从来没这么软过。哎呀，哪有这样的遭遇？你们评评理啊！喂，哇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我的脸怎么了？啊，我有点事，我有点事，先走吧。哎，别走！哎，你们谁来啊？哎，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回来！别走啊！他们这都是怎么了？你别打我！别打我！我干嘛打你啊？我是住在这儿紫霞呀，你不认识我啦？啊，姑娘，我看你还是别住在这儿了。我看这儿不会再有人来拔剑招亲了。不过我听说最近有一位情颠大圣，他对你的心思可是了如指掌。这方圆几百里的姑娘都对他一片痴心，你可以找他试试看啊。情颠大圣，哼，凭什么呀？他凭什么叫大圣？哟，姑娘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他来头可不小。他乃是曾经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只是现如今流连于温柔之乡，故而改名为情颠大圣。你说他是谁？情颠，前面的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大圣啊，他在哪儿？他在花果山。花果山，哎呀妈呀，花果山！不行，我得先去个地方。这位姑娘需要点什么呀？紫霞仙子，你又来干嘛？送上门的生意你都不做，懂了。请，需要点什么？我就是号称人妖仙3界最大的购物平台，叮咚！我们的口号就是“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我们找不到”。我最近啊，一到晚上就会睡得特别沉，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无意识的从一个地方突然到了另一个地方。你有没有治这个东西的药？当然有。等一下。等，不魅果。吃下这果子，保证你在黑天不用睡觉，保证每一个黑夜如同白天一样光彩动人，精神焕发。太好了，就是你。等等，仙子，你要几天的？1年的。哇，你这当饭吃呢？没这么多存货。我时间宝贵，有好多事情要做，根本不需要睡眠。快。等你到大爷这个年纪，就知道睡眠的宝贵了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你3天的量，不够可以再来找我。这个果子可能会有副作用，不能多吃啊。哦，不行，3天太少了，你再多给我几天的吧。我这儿有钱。熬夜很伤身体的，你看我这黑眼圈。我们年轻人啊，本来就是晚上不睡，早上不起，不怕熬夜的。其实吧，我这里还有10颗，我都卖给你啊。对了，仙子，你还需要点什么吗？熬夜很耗心血，来点天山蜜枣吧，会伤皮肤的。来点补水面膜吧。对了，最伤肾，来点6味地黄丸吧。啊，6味地黄丸，你好，他也好啊。这果子真的有那么神奇吗？试试看吧，这样我就可以尽快去花果山找大圣。大圣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不行，这么邋遢可不行。
有女人。啊？在哪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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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一瞎子看都看不见，你找什么找？什么在哪儿啊？带有淡淡的栀子味儿，是个情窦初开的小仙。样貌9分，身材8分，这品味9分。该说Justin B， 不对，出动吧，情场焚炉焚化。老大，你去哪儿了？不是，我说你刚刚在撒码什么呢？你能看见什么东西？你告诉我来，看见了吗？我过来，借我根头发。你能不能回去洗洗你的头？又脏又臭又油，几天没洗了啊？又油又臭。怎么这么帅是吗？都是特意为你打扮。确实太特意了。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才找你啊！找我？找我干嘛？因为你是罪有应得，因为你是我的命中注定。我觉得跟你认识了有100年了，那么久，我对你的爱就像东海海水那么深，思念就像金箍那么紧。虽然只见了第一面，但是一切都感觉像电闪雷鸣般。说了这么久，你叫什么呀？在下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哦，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仙子。你有没有觉得我很眼熟啊？我刚刚才意识到，自己已经深深地坠入了爱。我的大脑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让我对以前都特别的模糊。爱上你，让我感觉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。你愿意跟我一起开始这段全新的生命？好，那以前的都不作数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你好，我是孙悟空。你好，我是紫霞。在哪儿？现在在哪儿？在前面，在前面。前面。老大成功了！老大，你厉害呀，老大！哇，好漂亮！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我天天带你来这里。落花虽美，但也最无情。
落花难以复生，覆水难以再收。有我呢，只要你喜欢，俺老孙能让花日日开，能让水永不断流。哇塞，好大一条鱼！我没有下酒菜了。你要吃它？鱼不就是用来吃的吗？你去哪儿啊？回来了。我这正好有些山珍海味，我们饮酒作乐呀。你们老大我，什么人，什么妖，什么鬼没搞过，是不是？是。就唯独差一个仙呢。只要把这个成就点搞到手，啊，亏待不了。看我怎么搞！瞪大你们的双眼，看好了，除了你这个瞎子，让你看你也看不见。等着啊！怎么样？萤火虫也太老套了吧！我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萤火虫能跟那些小鼠辈比？让你见识什么叫萤火虫啊！啊，就这样啊？看好了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哎，好漂亮！哇！说好了请吃饭，菜呢？酒呢？啊？对，我一时尽兴，忘了上菜，正好我也饿，上菜。喝酒可以，不过呢，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如果你回答不上来的话呢，你要自罚3杯。不行，为什么？我有可能回答不上来吗？4杯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孙悟空可以72变，你变一个给我看。咱们今天不是在这喝酒，没法变。你没喝啊？哎，好，第二个问题，把你的金箍棒拿出来给我玩玩。你脑子里想什么呢？金箍棒是你这种弱小女子抬得动的东西，拿出来放你手上砸死你。你喝？缓一会儿行吗？不行。行。那什么东西啊？哇！我吓死我了！啊，辣死我了！好吧，第3个问题，把金箍棒拿出来给我看看总可以了吧？一个毛。对不起，我这里面今天耳屎跟毛交错起来，把它堵在里面了。只有根毛了，你要不？你喝酒。好，第4个问题，说说你是怎么大闹天宫的？大闹天宫，你喝了，我立马跟你讲。说。
这是对呀，这就是对，不对也对，突然又觉得那不对呀，那就不对，对也不对。如果这宝物是想要啊，偏又不要，不要又要；如果这装备不想要啊，偏又要，要是不要，天上一只猴，地上一头牛，是否那老？怎么样？再喝一碗。哎，大圣，现在就剩我们两个，要不要去大闹一番呀？真希望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你都可以这样摸着。我操！你谁呀你？谁让你摸我脸的？老大是我瞎子呀！你不认识我吗？我看你是瞎的不够彻底，要不要我把你眼睛挖出来当核桃玩啊？再给你把手吊起来吊个3天3夜。如果老大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。别再跟我说话了，听见没有？子祥呢？我大嫂去山顶了。山顶？别再跟着，也别再跟我说话了，听见没有？哦，果然是我的女人，连背影都这么的迷人。哼，哼，干嘛呢？怎么了呀？说，假扮孙悟空到底有什么阴谋？我哪儿假扮？我就是孙悟空。你是孙悟空，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？我怎么不认识你了？你不就是紫霞吗？还敢嘴硬？那你说我孙悟空，你拿出证据。你昨天喝醉了。我喝醉了又怎么了？那不很正常？就因为你太正常了。我还以为我摔死了，原来是你救了我。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你要这样报答我，你就把我的彩虹羽还给我。怎么报答你啊？我给你表演个节目看。哎，醉酒睡觉有何不妥？仙子，你不要多想，我就是孙悟空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孙悟空帮我做到了重收覆水、起死回生。你
你就只会让花常开水长流。而且孙悟空和鲤鱼精是好朋友，他从来不吃鱼。他喝醉酒后只会大闹天庭，你呢，就只会昏昏欲睡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拔出拔出了什么呀？不关你的事，反正你就是个招摇撞骗的骗子。原来你早就看穿了。其实呢，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是不是很好笑？杀了你这个冒牌货！是孙悟空让我假扮他的。你说什么？孙悟空他临时有事儿离开了一段时间，但又怕仙子找不到他，会担心，所以特意让我在这儿闯出一番名声。听闻仙子听到齐天大圣这4个字便会找来。那你为什么刚见面的时候不说？也是孙悟空让的呀，他怕紫霞仙子忘了跟他的情谊，所以特地让我来试探一下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？行，你就当我骗你，来，杀我来！你如果杀了我，就没有人知道孙悟空的下落。来吧，来。什么？什么？没错，我知道，只有我知道他真正的下落在哪。他在哪？他在……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万一你反悔把我给杀了怎么办？好，你不说啊？你不说，我现在就杀你！我说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得保证不杀我，还要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你先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如果你帮我找到孙悟空，我可以不杀你，而且还可以帮你一个忙。哎，都听到了吧？啊，如果他敢反悔的话，就替我告昭天下，替我伸冤。好啊，如果他敢骗我，我就把你们都给杀了。换回你自己的脸，别让我看到你有大圣的样子。谁稀罕这张脸啊？明明我自己更帅。仙子姐姐，你看，你摸着良心点评一下，是不是我这张脸更帅？少废话，以后不允许你再用大圣的脸招摇撞骗。哎呀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，这是孙悟空拜托我的。好，以后呢，我在仙子姐姐面前呢，就用我自己这张帅脸，在外呢一律就用猴脸，这总行了吧？满意吗？哎，仙子姐姐，你要再不满意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猴子都长一个样哎，大不了啊，兄弟交代的事情我不办了，我还想做我自己呢。行了，你告诉我孙悟空到底在哪？他应该在五指山附近。又是五指山？对啊，他走之前是这么说的。喂，干嘛？是真是假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就把你压在五指山下面，风吹日晒，虫鸣鼠咬。走。哎，孙悟空呢？啊，孙悟空啊。他当时只跟我说呀，他只会在这附近出现，具体在哪里出现，出现在哪里，他并没有告诉我。一言不合就插眼啊！仙子，我没有骗你，干嘛这么残暴啊？暂且放过你。
找到那个给你3颗痣的人了吗？我今天又做这个梦了。无论如何，你们今天都必须告诉我，不能再搪塞我、隐瞒我了。快说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宝啊，今天是你18岁的生日，娘给你煮碗面吃啊。忽然好想去洗个澡啊！你给我坐下，谁都别给我转移话题。现在立刻马上告诉我为什么？这帅哥谁呀？当然是至尊宝了。我们《大话西游》有老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，尤其是我们家宝爸，哎，不可能20集以后再讲吧？哎，所以说呢，我提前披露500年以后的部分故事，那就是至尊宝在当山贼以前的事儿。哎，谁的银票？什么银？这不是我的银票吗？怎么掉地上了呢？有银票，总觉得应该干点什么呀。是啊，干点什么呢？对呀，干点什么呢？哎，不如去赌啊！有道理呀！好想去赌啊！到了赌桌上，要记住爹教你的5字口诀：人等稳很固。多玩一会儿，千万别急着回来。没问题。输光了，让你娘给你送钱去。放心。小的们，人呢？我怎么这么有钱呢？陪我庆生去！大！今天一直压大，要不要换那个小啊？换什么换呀？我压大，胆还小了。大！哎，老大说的是。老大今天好手气啊！拿走，都是你们的啊！我今天开心，我今天要去吃饭，没钱了，真傻。开不开心啊？开心！那咱们改天再聚啊！好。老大，你的脸上。爹，娘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至尊宝，今天我们要告诉你一个故事，你要听好。什么故事啊？我叫孙精巧，我叫赵大宝，我俩本是青梅竹马两相好，郎才女貌配成双，喜结良缘共春宵。为何天公不作为，让我受监牢？婚后7年未有后，我心真寂寥。便是名医吃苦药，依旧没疗效。就在我俩
心如死灰，准备放弃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改变我俩一生的神秘人。那一夜，日黑又风高，有人来把家门敲。开门看，见一神秘人怀中一襁褓。接过襁褓来，婴儿朝我笑。神秘人交代，孩子要养好。儿啊，你现在知道我们的秘密了吧？你们竟然还有一个孩子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没有啊，哪还有另外一个孩子？你们刚才讲的那么清楚，还想隐瞒我？你当我傻呀你？神秘人许下重金，孩子取名至尊宝。你们还给他取了一个跟我一样的名字？那个孩子就是你呀！你说了半天，你没听明白是不是？不可能，爹，娘，不要跟我开这样的玩笑。你们怎么这么幽默呢？这个秘密我们两个保守了18年，今天不得不说了。因为那个神秘人又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写着神秘人，你就是神秘人了呀？你也太敷衍了吧！换个这个，要不要这么草率呀？这回总可以了吧？难怪，你这张脸也实在是太不神秘了。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，你不用多说了，我是不会离开我的家人的。虽然他们没有给过我生命，但是却养育了我18年，他们在我的心里永远都是我的亲人。我不管你多么的有权有势，我也不管你有多少的荣华富贵，我是不会认你的。你误会了，我既不是你的亲人，也没有荣华富贵给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去五岳山上做个山贼。开什么玩笑呢？我在家有钱有吃有喝有住，我为什么要去做山贼呢？其实，你真的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啊。没办法啊，家里这么多年吃喝穿戴都是他给的，不然哪有那么多钱让你挥霍呀？当山贼也挺好的，打打杀杀，多快活呀！就是，你们这是不顾及我们之间18年的情谊，这是要赶我出家门。当然不是了，凡事都是有商量的。路途遥远，饭要吃好。山上寒气大，记得加衣服啊。没想到你们是这么狠心的人，不就是当山贼吗？也罢，我去还不行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们可千万别后悔，只要我今天踏出这一步，我们就恩断。路上小心啊！一绝。枉我一片孝心，你们就这样对我是不是？如果我再回来的话，我就是你们的儿子。算了，不就只做个山贼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们不要我了，我还有一大帮兄弟陪着我。山贼，哼，山贼就山贼。
这个是对你们18年来辛苦的答谢。不要不要，之前要您的钱都是为了让那个臭小子能过得好些，现在他人都走了，我们还要那么多钱干嘛呀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您慢走，慢走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人都走了，我就去看一眼。哎，你说，我们刚才是不是演得太绝了？绝就绝吧，总之你不能去啊。这个神秘人，不是神仙也是妖怪，神出鬼没的，厉害得很。这要是让他发现咱们偷偷的去看儿子，你我这2条命没了就没了，那连累了儿子怎么办呢？养了18年的儿子，说送走就送走了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还不如不养。你就别说傻话了。那咱们宝儿多乖呀，从小就那么孝顺，知道我爱吃鱼头，每次都把鱼头给我留着。你说，宝儿会不会被人欺负呀？哎呀，你就放心吧。宝儿多聪明啊，向来都是他欺负别人。东西呢？咱们五岳山在500年前叫五指山，传说是佛祖一个巴掌给拍出来的。有了佛祖的庇佑，这山洞中必定有东西。想不到，果然被我猪八找到了。弟兄们，我们斧头帮一统五岳山的机会到了！大家威武，斧头帮万岁！可是，按照五岳山的规矩，山中宝藏人人有份儿。我们若想独吞，只能一点一点偷着拿出去卖。大路已经被昆仑派霸占了，所以我们只能走小路，绕开他们。大当家，宝藏的位置在昆仑派和咱们斧头帮的交界处，要不要派人看着？你傻呀？找人看着不等于告诉他了我们找到宝藏了吗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大当家，昆仑派财大势大，被他们发现，我们就完了。我自有办法。快点，快点，麻利点。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快点。我们在这里各处都埋下火药，但凡走入者都是死路一条。另外立个牌子，
写上火药危险，这样就没人敢靠近他。就算有人觉得这是障眼法，硬要闯进来，那他也是死路一条啊！大当家好计策，雷埋得这么密，别说是昆仑派了，我们自己都过不去。我们撤退的安全路线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放心，有我在，这里很安全。哎，什么安全路线？打了！哎呀！什么安全路线？啊？那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我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。老大，你爹叫周大宝，你叫至尊宝，这么明显，你都没有想到吗？这很容易想到吗？可能需要稍微理一下这个思路。哎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论如何，我游戏人间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决定上五岳山做山贼。我们是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好兄弟，愿意来的，跟我一起，我带着你们过好日子。出发！这边往右边点，使劲点扇。老大还热吗？可以。大哥有情况。来帮人进了我们五岳山，还坐着轿子。啊！这是哪个不要命的，敢大摇大摆的闯我们的五岳山？就是。通知各帮会的兄弟，有肉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告诉大家，有钱的抢钱，没钱的丢去喂猪。哎呀，老大，这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头啊？累死了。老大，这山里除了树就是草，也没啥可耍的。要不咱们回去吧？是啊，这上山总比陪姑娘逛园子还累呢。哎，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没出息呢？啊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这就天天喊累，以后怎么占山为王？这打家劫舍、抢美女，哪个不比上山累啊？打起精神点啊！咱们一口气拿下五岳山！拿下五岳山！过来，扶一下。这。哎呦，小光头，站这儿有何贵干啊？这是哪个龟孙子这么大的口气，敢来我五岳山撒野？你喊谁龟孙子？啊，小光头，龟孙子喊你呢。龟孙子见了爷爷，你不下跪啊？油嘴滑舌的，看我不捉了你去喂猪！哎呦，我好怕呀！你就一个人，啊，口气还不小，你凭什么呀你？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人？兄弟们，都给我出来！你就以为你有什么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兄弟也不少啊，兄弟们！兄弟，大哥，见面嘛，咱都是朋友，是不是？
啊，咱不得有话好好说吗？对不对？有话好好说。大哥，今天是初10，黄历上说呢，不能杀人，红色破运势，而且今天还是水逆，你们呀，要是见了血都会倒霉的。你们谁来？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谦虚了嘛，只要给我一个眼神就可以了。你，还有你，不是，有完没完呀你们啊？要杀还是不杀呀？不杀的话，就放我走吧。你们这群废物，我自己来。大哥，我死之前你能不能满足我一个愿望？你说吧。你们本来就以多欺少，你满足我一个愿望，这样传出去，大家也不会觉得丢脸啊。什么愿望？我答应你就是了。放了我。哎，算你们讲信用啊！大哥，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我也觉着哪儿有点不对劲儿，但是我这个人向来说话算话的呀。坏了，上当了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的宝贝血牙，今天正好拿你给我的血牙打牙祭，吃了它！路途遥远，饭要吃好。大哥，他不怕狗啊？不怕狗，总怕火吧？用火烧死他！想不到至尊宝一世英名，竟然死得如此委屈，连句劝世都留不下。烧我啊！烧死你！别走啊！我要在这做大王，我该去找谁啊？大哥，看还是算了吧。不行，如果杀不了他，我们以后怎么在山里混呢？可是他有金刚护体，狗咬火烧都不怕，咱们杀不了他的。我看是该拿出我的秘密武器的时候了。这么大一座山，没人能告诉我怎么当大王啊？啊！我说你们真的是……哎呦，哎，你不就那大哥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，怎么能够当上这儿的大王？顺便呢，再给我介绍一下流程。啊，这个简单。我们五岳山有一个传说，
谁要是能完成了这个任务，谁就是我们的大王。看到这个铁桶了吗？谁要是能乘坐它顺利地滚下山去，那他就证明有统一五岳山的天赋，自然就是我们五岳山的大王。是吗？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不会，绝对不会。你看，我们的铁桶是由金铁打造的，会给你带来全方位的保护。而且这个外部有钢筋龙骨做骨架，给你的旅途更增加了舒适感。这上面的小口可以充分的通气气流，而且在途中可以让你享受我们新鲜的空气，多舒服啊！不过吧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太冒险了。这样，不如……哎，算了，咱们还是赶紧上路吧。大哥，这样子真的行吗？没问题呀！哈哈哈哈！这下我看你还不死！哈哈！休息一下。喂，猴哥，我是天竺度假呢。没事，最近手头有点紧，不多，3万就够。真的？一会儿我就把卡号给你打过去啊。什么？海啸！大叔，喂！哎，师傅，是我啊，老沙。最近身体怎么样，师傅？好着呢。我最近准备出国深造一下，钱啊有。对，我哪有什么困难呢？我就想打电话问候你一下。有空过来做客啊。好，再见。二师兄，我老沙，忙啥呢？什么？嫂子住院了，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啊？需要钱吗？需要啊。啊，你卡号给我打过来，我一会儿给你打钱啊。好，有事说话啊。哎，借钱上前站。大当家！大当家，哎呦！大当家，五岳山来了一个闯山的，说是要当咱们山大王。据说他有金刚护体，狗咬不死，是火烧不坏。昆仑派让咱们开个会，商量一下对策。不去，这种苦差事想起我来了。现在谁能把我的宝藏给我拿出来，我就认谁当大王。这是对呀，这就是对，不对也对。突然又觉得那不对，那就不对，对也不对。如果这把不是想要啊，偏又不要，不要又要。什么鬼？这人哪儿来的？神仙呐！我是王。
走。慢上，快点儿。走。哎，喝酒。老大今天心情好，都拿起你们手中的杯子，给我干！你也喝，好，我也喝，喝，你也喝一杯。好，来，继续喝，快过来！来，兄弟们来，喝酒，兄弟们。小胖子，我听说你是这儿以前的大帮主现在既然我来了，我觉得你就改为二当家吧。你不服是吗？二当家。帮主，我突然好喜欢这个新的名字哦，谢谢帮主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只要你跟着我混，虽然你特别的二，但是我还是决定，只要跟着我是亏待不了你的。谢谢帮主，谢谢帮主，帮主英明，帮主英明，帮主威武。喝酒去。来，帮主来，不用多说了，大家都是兄弟，就是喝。什么都不说了啊，喝，喝。来，哥，干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出大事！小点声，什么大事？快了！昆仑派知道我们斧头帮帮主有才不怕坏了规矩，给我们下战书了，要剿灭我们斧头帮。我要告诉帮组织。今天是帮主大喜的日子，你现在告诉他这个消息，你不得添乱吗？那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呢？交给我了，走吧。不许跟任何人说。是啊。不是。你们是没劲儿还是怎么了？啊！力气，用点力气，就给我有点。嘿，帮主，来，帮主，我是二啊，帮主。你个二当家的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刚才咱们俩还没有喝酒嘞，帮主。来，咱俩刚才没喝酒啊？我怎么记得咱俩喝了呢？我们有喝过吗？啊，可能我是记错了。不如我们重新来一杯啊，好不好，帮主？你这么要跟我喝酒，你是不是想害我？开个玩笑嘛！你要喝，那我就跟你喝一杯。哎，帮主，喝个酒能怎么了？帮主果然海量。来，帮主，我给你倒一杯啊。这酒有点烈啊！我可是千杯不带醉的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头有点晕。岂止是头晕啊！你现在是不是看眼前的东西有点看不清楚啊？我发现你很了解我，我现在不止看不清，我四肢无力，头脑发麻。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酒？哎，这是特意为帮助你酿的迷魂酒啊！
迷魂酒。哎，来人呐，把他给我绑起来。就在刚刚，我收到了一个十分危急的消息，昆仑派由于种种原因，已经给我们斧头帮下了战书，说灭了我们斧头帮。啊，对，屠杀我们。现在就是我们斧头帮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，在这个时候，我做了一个艰难而重大的决定，那就是牺牲掉我们的帮主来保全大家。我希望大家记住帮主的牺牲，铭记帮主的恩情。我决定，以后每年的今天都是我们斧头帮的感恩节。来人呐，把帮主绑了，都只有昆仑派。帮主，帮主，你太伟大了，帮主。你看，帮主醒了！帮主，别拉我！别拉我！陈当家，我见帮主最后一面，行不行？别拉着我啊！刘尚，既然你这么难过，送帮主去昆仑派的大事就交给你了，好吧？啊！